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幾個喺英國生活時會用到嘅手機 App， 特別係對新移民或者係 BNO 家庭特別有用嘅。無論係買嘢、認識鄰居定係揾人幫手裝修，呢一啲 App 都應該可以幫到你嘅，唔好錯過啊！首先講下買嘢同埋價格比較嘅 App 先。第一個想介紹嘅 App 就係叫 Chorley。呢一個 App 可以幫你比較英國各大超市嘅物品價格，好似 Tesco、Asda 同埋 Sainsbury， 幫你好輕鬆咁樣就揾到最平嘅生活用品。通常我去買啲貴嘢或者要大量入貨嘅我都會入呢一個 App 度 check 下先嘅，咁樣就一次過可以慳好多啦。有時有一啲貨品個價錢爭成一半嘅。第二個就係叫做 Too Good To Go， 中文可以譯為唔捨得掉。呢一個 App 可以幫到你揾到附近餐廳或者超市買剩嘅食物。你可以透過呢一個 App 直接聯絡已登記嘅用戶或者係有剩飯餸嘅嗰間餐館，將佢未賣出嘅食物以低價賣俾你，價格就好抵嘅，仲可以減少浪費，對環保又有幫助。呢一間公司聲稱已經有6200萬個用戶啦，務緊有成16.4萬間嘅企業，慳咗有成1.5億袋嘅食物，同埋聲稱已經節省咗超過2億噸嘅飯。呢一個 App 可以幫到你用平價買到餐廳或者係超市買剩嘅食物，既減少浪費又幫你慳到錢。跟住要介紹呢一個 App 叫做 Shopmium， 有好多嘅優惠同埋有現金回贈添。你需要喺個 App 入邊 check 下有邊一啲解鎖嘅特定優惠先，入邊會列出唔同超市嘅免費產品同埋產品嘅優惠。揀完之後你直接去超市買就得㗎啦。不過有一啲優惠就係有限期嘅，即係話有截止日期。有一啲貨品真係可以減成一半嘅。另外要睇清楚啊，有一啲貨品只係可以減一件嘅啫。買完之後喺個 App 入邊 scan 翻張單，然後再 scan 翻嗰件物品嘅 barcode。當你嘅賬戶餘額儲到10磅之後你就可以選擇回贈翻落你嘅銀行，或者入翻 PayPal 都得。回贈嘅申請通常係喺3至5個工作日內就處理完成㗎啦。跟住講呢一個 App 就叫做 Latest Deals， 有啲似香港嘅 Jesso， 即係嗰個着數 App 啊。主要都係嚟自英國，差唔多有成2000幾間熱門嘅零售商俾出一啲嘅優惠，有一啲嘅優惠都幾多嘅，好似呢一個咁買滿35磅就減10磅。雖然睇落好似好着數咁，不過都係最緊要喺買之前睇清楚啲條款先至好買。喺英國其實大部分大型嘅超市都有推出自家嘅 App 嘅，不過唔係間間都有現金回贈。大多數都只係累積積分換購其他優惠。發現原來只有 Asda 呢一間超市係有現金回贈，儲咗啲現金留返下次買嘢就可以用㗎啦。其實喺英國唔同嘅超市都有唔同嘅優惠，好似呢一間超市咁，佢有推出自家嘅 Apps 叫做 Lidl Plus， 主要都係提供一啲折扣優惠券、週末優惠，就冇現金回贈嘅制度。而 Aldi 呢一間就比較特別。佢冇啲乜嘢嘅回贈亦都冇推出任何積分或者現金回贈制度，因為佢主打係永久低價，所以冇太多促銷活動或者係會員制。其實仲有好多呢一類嘅購物加回贈嘅 App 嘅，好似呢一個 App 咁佢叫做 Green Gen， 又係好似之前提過嗰啲 App 咁買完特價 scan 翻張單之後就攞回贈。仲有呢一個叫做 Check Out Smart，都係買完特價貨之後影返張相就攞現金回贈。其實如果你已經喺英國住咗一段時間嘅，你可能會發覺喺生活上好多細節都已經慢慢適應啦。不過通常我覺得最難搞嘅就係要揾人幫手維修同埋裝修。咁樣呢一個 Check a Trade App 應該幫到手，係喺英國最多人用嘅揾專業師傅嘅平台。佢涵蓋嘅範圍非常廣泛嘅，例如水喉電工啦、花園油漆啦、木工批檔、斬樹、砌磚維修、整波乸都可以喺度揾到嘅。好簡單嘅啫，入咗個 App 之後，首先你要輸入要揾啲咩師傅，然後再揀你要去維修啲乜嘢，再話俾佢聽你正確維修嘅位置地方同埋出現咩問題，輸入返你要維修嘅地址 postcode。仲可以俾你揀維修工作幾時開始，同埋仲可以俾你 upload 一啲相片。
或者用文字簡單描述一下維修嘅要求，最後填寫返聯絡方法同一啲個人資料就 OK 㗎。如果唔想用手機 App， 用電腦上網都一樣可以做到。不過我喺呢一度要提一提大家，如果你係要揾呢一啲公司幫手呢，最好呢就係揾多幾間去報價比較一下，又或者睇下唔同公司客戶俾佢嘅評語，睇下啲口碑，然後先決定用邊間都唔遲嘅。最緊要係唔好心急，諗清楚先決定。跟住揾專業維修公司幫手嘅，仲有呢一個 App 叫做 Rate People for Homeowner。Download 咗個 App 之後呢，都係同之前嗰個一樣，簡單回答一啲問題，話俾佢聽你想幾時開工同埋預算有幾多，簡單描述一下你要維修啲乜嘢，填寫翻一啲個人資料啊、聯絡方法、地址、postcode。跟住介紹呢一個 App 呢，佢唔單止淨係做維修嘅，如果你淨係想揾人幫手做一啲細件嘅工作，例如安裝一下而家嘅家私、換燈膽、清潔或者搬屋，咁樣呢，呢一個 App 呢就叫做 TaskRabbit。唔想自己咁辛苦，都可以試下揾呢一個 App 幫下手嘅。好啦，跟住講下呢，如果你啱啱搬咗入去一個新嘅社區，好想認識下自己附近嘅鄰居，通常呢都係好主動咁呢敲人哋嘅門，禮貌咁話俾人聽，我哋係啱啱搬嚟呢度嘅。不過如果你唔想咁直接嘅，都可以諗下用呢一個 App， 叫做 Nextdoor。首先你要加入咗你要住嗰個社區嘅群組，要輸入 postcode 㗎，然後你就可以透過呢一個 App 呢去認識你嘅新鄰居啦。或者有興趣嘅，仲可以參加一啲社區嘅活動，仲可以喺度揾到好多嘅資訊，例如問下附近有邊個人識得裝修啦，邊間獸醫好啦，買賣二手物品啦，或者你送出一啲你曾經用過嘅家私物件，查詢一下垃圾收集時間，討論一下區內嘅超市物品價格，幫下手揾走失嘅貓貓狗狗。總之所有嘅內容呢，都係同你周邊嘅社區有關嘅。另外，如果想揾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可以試下呢一個 App 呢，就叫做 Meetup。透過呢一個社交平台或者係網站發起同埋安排一啲聚會，尤其係有一啲共同興趣或者共同嗜好嘅人呢，可以安排一啲定期活動，好適合揾下朋友啊、練英文啊、參加活動，例如攝影啦、行山啦、咖啡聚會。亦可以透過呢一個 App 呢，可以 check 下今日啦、聽日啦或者 weekend 有啲咩活動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直接 connect 參加就 OK 㗎啦。雖然唔係完全一啲鄰舍嘅 App， 但係適合揾同區嘅朋友融入社區。不過要留意返，有一啲活動可能要收費嘅。唔經唔覺，原來做咗呢一個 channel 都已經有4年啦。好開心，成日都會收到啲網友好窩心嘅留言。我哋嘅感覺就好似同大家識咗好耐咁樣。如果冇咗你哋嘅鼓勵，我諗我哋行唔到今日。所以我哋喺呢度好想同大家講一聲。誠意招聘一位有經驗嘅港式麵包師傅，負責日常港式麵包嘅製作工作，包括雞尾包、餐包、菠蘿包、腸仔包同埋其他傳統嘅港式麵包款式。如果你有呢個相關嘅經驗同埋好鍾意港式麵包文化，歡迎你可以揾我哋傾下。
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send 你嘅電話嚟呢一個電郵度。如果有埋你嘅作品照就更好啦，我哋會盡快聯絡你㗎啦。